来那边那个地方买。好，你好。这太高了。你们能看到吗？这，我这样走的。这样行不行？我特别喜欢。这样最好。就拿他父母了，咋回事啊？决定这个。看一下扎线没跳，行，要好的。扎是在那边。好了吗？这里去嘛，刚好它也不差。可以。谢谢送了3个人气票。他给我一点局费的话，我帮他局。横屏的话，以后要挡住我家。慢慢，小哥再扶上来。他来了，我家的。对，转圈圈。我见多了，一个，哎！跳跳。你们没下去跳，我不想去。人太多了，人太多挤不下。对，人太多了，摄像头里挤不下。手机也掐进去了。兄弟们，
家人现在都在。我知道，我这边在中南海外，哪个是海外的？哪个是海外的？都是。我现在就在打高尔夫。Hello， 亲爱的。我也可以了。啊。然后就全。来了，家人们。我把锅子本来。差不多啊。我已经在最高了。家人们，我先不处理就好。还有一个嘛，挑了一个。还有挑一个。跳起来！跳起来！抓紧用这个票，用这吃，快过来，快点，快点来。厉害是老乡的爷。来，开始。别跳啥了。哇，这是哇！对吧？我的女刚才看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牛哎！处理条环节。啊，可以，这苗苗现在直接去苹果店要19号以后才有。下来个球啊！你这个是相当于提前买的。要加入那个他年要换新的计划。哎呀，大牙子呀！哎，大姐牙子！哦，这个是苹果大点的。6.9寸的，这6.7.5，6.7，这6.7寸的。啊，大牙子，哎呀，大姐牙子！家都觉得。哎呀，他抽的什么？我这是要大点儿。还大些。大袋子，啊！哎呀16大，6.9寸，屏不小，屏幕边面很细。但是我觉得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大的就有这么大了，再大。但是看
我觉得没有区别啊。你看完了嘛？我给你拿个不是买的你就哎这个好大，我给你拿个 Pro， 然后Pro 是不是要大些？是啊，11 11 Pro 好像是10大，最大的最贵的一个。哎，基本一样。哎。先开学嘛。你都长胖了，长了40多斤。我是觉得，我这次长胖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感觉还有跳不动，我笨就行了。哎。起码我好高。没感觉，他气死了。发了上面。可以了，整的那个可以，没不是很多，可以吃，吃完了的。开始。小衣服的。那你怎么样？做做呢？有没有声音了？有几把了？他只能接。他那个这个只一段。皮克跳起来了。他的特色。
的了。啊，这都这些人，你在都市上在中间都是什么？这个算是正常水平。他也会给力。我要走了呀！加州都，加州上了镜头就。快点，先中的。哇！不重要，还是在这里。哇，这去！你这我来不及的啦！我这在干嘛？听不到音乐了。一二三。这戏好帅哦！哇塞！太不一样的男人，有那个太不一样的男人。回去。这是不一样的男人。离我一二三。你当他徒弟吧。
师傅，哪个是徒弟啊？不知道。那个是徒弟，那个师娘。啊，回来噻，可以了。